歡迎收睇大熊貓新聞報道，我係虎媽媽，我係奶油爸。大熊貓安安同可可剛剛度過咗喺海洋公園首個繁殖季節，動物護理團隊安排佢哋喺後勤相連嘅房間，分別隔着閘門接觸咗6次。不過安安初步觀察可可之後，表現冷淡，只專心食粥。因此，園方根據安安嘅反應同埋興趣度，今年冇安排佢哋嘗試自然交配。根據海洋公園透露，過去已為安安和可可安排6次保護式接觸，等佢哋喺輕鬆嘅氣氛下見面。其中可可嘅表現好奇，不時向對面空間張望及嗅探索安安嘅氣味。不過安安初步觀察新朋友後，只專注進食，繼續展現佢嘅餵食本色。對於今次相睇安排，我哋分別訪問咗安安同埋可可，睇下佢哋有咩感想。大家好，我係可可啊。問我對於今次相睇有乜嘢感想？唉，唔好提啦。今次相睇完之後，我覺得自己好冇魅力咯。我同安安見咗6次面，我哋係隔住個閘嘅，我哋可以望到對方，可以透過氣味、聲音同視覺互相認識下㗎。我已經表達晒我對安安嘅好奇心，成日望向佢間房，聞下佢陣味，想索下安安嘅氣味，但係佢淨係掛住食粥，眼尾都冇望下我啊！我真係覺得好唔開心咯，真係激死熊啦！我而家諗緊使唔使返四川鄉下搵個第2個啊！而家嘅心情都有啲敏感，有啲躁動啊，所以成日都會周圍行嚟行去，同周圍打關鬥咁咯。哎呀，唔好講啦，我都要瞓陣覺冷靜下啦，唔講啦。可可嬲咗我，話我掛住食嘢唔睬佢，哎呀，冤枉啊！可可誤會咗我啦。聽人類講，男人最有魅力嘅時候就係專注做嘢嘅時候。我嘅工作就係食嘢，我諗住表現最錯最慘嘅一面俾可可睇，所以我咪專心咁食嘢咯。我又唔似樂樂叔叔咁叻，又識表演洗白白，又識表演玩毛巾，我淨係識表演食嘢㗎啫。仲有我唔係唔望可可啊，我係唔敢望可可啊，因為我太緊張啦。當可可望住我嘅時候，我個心肝仔係咁噼噼啪啪咁跳，我又唔想俾可可睇到我怕醜，我咪表現好 man 咁咯，但係又唔敢望可可。哎呀，真係誤會晒啦！可可，我出年會好好表現㗎啦，你唔好搵過第2個啊！多謝收睇大熊貓新聞報道，再見。